近日，知名博主南唐一少曝光了一组窦唯小女儿窦佳媛的近照。据了解，窦唯与第二任妻子生下窦佳媛，今年已经10岁。作为昔日内地摇滚音乐的代表人物，窦唯的音乐和他的个性一样，只能被模仿，无法被超越。和他音乐事业相比，窦唯的情路更被媒体津津乐道。1996年，窦唯和天后王菲结婚，王菲为了爱情不惜放下身段，与其同住北京胡同。次年，两人的女儿窦靖童出生，但这段当时轰动两岸三地的婚姻却在3年之后宣告结束。以窦唯移情摄影师高原而解体，背着父亲的指责，窦唯和高原在02年正式登记结婚，又有了女儿窦佳媛。但这段经历了千夫所指的感情也没能维持太久，2年后窦唯便和高原分手。如今小女儿跟着高原生活，已经10岁了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